对，这就你的故乡哦。安怎？这有水无？副导演，你真正无咧操蛋呢？武雄，你是武雄对不？阿兄，准了。这大汉啊！来，苏小玲，咱这间武社虽然细间哦，啊，不过靠着边仔人来客去，生意阁袂歹呢。等你台北无用煞，才能接武社，哦。我无按算要接女社，啊是安怎？我想要伫电影这度好好发展。女社，拍电影跟有啥物趣味的代志？汽水声是效果做的，这大声哦！够相变声。哦，够神的咧！ 2月2号暗时8点，公视台语台火车来去。